老友記，歡迎再次嚟到興華風水秘錄。而家即刻伸出你隻右手，平放喺眼前，你乜都唔使睇，只睇一個位，你字無名指，係咪明顯長過你指食指一截？如果真係咁，我今日一定要恭喜你。但同時我都想同你講句肺腑之言，咁多年你委屈啦。好多有呢種手相嘅人，大半世都喺度納悶，自己明明心地善良，從來唔害人，做嘢又勤力過人，點解成日都儲唔到大錢？點解成日俾小人算計？就連身邊嘅親戚朋友，有時都唔係好理解，你覺得你性格古怪，其實根本唔係你命水唔好。喺我哋老祖宗嘅雙學絕學入面，呢種叫金勝於木。有呢種手相嘅人，根本唔係凡夫俗子，而係散仙轉世嚟人間歷練㗎。老天爺喺你隻手上面整咗個極之唔平凡嘅記號。今期內容，我會將你哋呢類人注定要經歷嘅3種命運講得清清楚楚。只要你聽通聽透你下半世嘅財運運通道同晚年福報，就算係徹底打開㗎啦。喺正式拆解呢3種命運之前，我哋必須將呢個手相背後嘅科學同玄學道理先徹底講清楚。等你知呢樣嘢絕對唔係憑空捏造。點解無名指長過食指會同散仙同命運扯上關係？喺我哋傳統中醫經絡同手相學入面，每隻手指都係一條能量通道，食指行嘅係手陽明大腸經。大腸經主管人體嘅消化吸收同排泄，喺生存本能上，佢代表佔有慾、防守地盤同對物質世界嘅控制。所以食指長嘅人，大腸經氣血極其旺盛，佢哋天生就對世俗嘅名利金錢地位有好強烈嘅渴望，一定要同人爭同人搶。而無名指行嘅係乜嘢經絡呢？佢行嘅係手少陽三焦經。三焦經喺人體入面係一個好特別嘅系統，佢唔對應某個具體內臟，而係主管全身嘅水道氣化、內分泌同情緒調控。喺玄學同修行界，三焦經俾人稱為靈魂嘅通道。無名指長過食指，說明你身上嘅三焦經能量遠遠超過大腸經，即係話你生來就具備極高嘅精神靈性。你對虛無嘅氣場、情緒變化有種超乎常人嘅敏銳感知。你靈魂嘅高度決定咗你好難喺低維度嘅世俗爭鬥入面揾到樂趣。你骨子裏更加嚮往精神自由、內心平靜同不受管束嘅生活。呢個就係散仙轉世嘅本質，搞通咗呢層身體同磁場嘅奧秘。我哋而家就直接嚟睇你注定要經歷嘅第一種命運：正財辛苦，騙財進門。我哋先將呢個財富嘅邏輯拆解清楚。好多無名指長嘅人，大半世活得最逼屈嘅地方就係份工。你諗翻下，如果你去做嗰類規矩森嚴，每日要準時打卡，遲1分鐘都扣錢，或者每日都做重複勞動嘅流水線工作，你會唔會覺得極度痛苦？呢種痛苦唔單止係身體上嘅攰，更加係一種講唔出嘅由內而外嘅抗拒同壓抑。你喺嗰種環境入面會覺得條命一日一日咁枯萎，甚至會無端端病。譬如失眠、偏頭痛、腸胃唔舒服，呢個就係因為你嘅能量屬性同嗰個環境發生咗激烈衝突。五行入面，食指嘅木代表規矩同框架，無名指嘅金代表價值同自由。你無名指長代表你嘅金氣主導緊你去做嗰啲死板受人控制嘅工，就即係將一把鋒利嘅金屬寶劍夾硬塞入一個用木做死嘅模具入面，金木相克，
你嘅寶劍日日都同個模具碰撞，結果係點？唔單止撞爛個模具，你自己把寶劍都磨鈍咗，你嘅元氣、你嘅財運就係喺呢種長期嘅自我消耗入面磨光㗎。所以靠出賣死力，喺森嚴體制度熬資力賺翻嚟嘅錢，我哋叫正財。對你哋呢類人嚟講，正財呢條路注定係行得極其艱難，而且回報微薄。你越係想靠儲死份糧發達，你啲錢就越留唔住。但係老天爺從來唔會虧待任何一個靈魂。既然你唔係賺正財嘅料，咁就說明你命中真正嘅大財喺偏財呢一邊。乜嘢叫偏財？好多唔講邏輯嘅風水師會話你知，偏財就係去買彩票，或者去做投機倒把嘅嘢，呢個係大錯特錯。喺真正嘅命理學入面，偏財代表嘅係通過你嘅直覺、你嘅靈感、你嘅專業特殊技能，同埋你同人哋建立埋起嚟嘅奇妙人緣，喺順其自然嘅情況下得到嘅回報。我哋嚟設想幾個具體嘅揾錢場景。你睇下，你身上有冇發生過類似嘅事？譬如你平時冇乜功利心，只係見到個鄰居或者陌生人遇到難處，你憑住心底嘅善良，順手幫人一把。你當時根本冇諗過要任何回報，甚至過咗幾年，你將件事完全忘記。結果到咗某日，呢個你曾經幫過嘅人突然帶住一個極具價值嘅訊息嚟揾你，或者喺你最需要生意、最需要資金嘅時候，順手拉你一把，呢個就叫做人情偏財。再譬如你平時工作之外，有個自己特別中意嘅業餘愛好，可能係研究下舊物件，可能係搞下花花草草，或者研究整啲特色小點心。你本來只係為咗令自己開心，俾自己喺呢個俗世度有個精神寄託，但喺某個節點，因為大環境變化或者一個特殊嘅機緣，你呢個愛好突然俾人睇中，佢哋肯出大價錢買你嘅手藝、你嘅收藏或者你嘅經驗，呢個就叫靈感偏財。仲有一種更神妙嘅情況，大家都癲咁掟錢入一個項目嗰陣，身邊啲人都勸你一齊入場，你理智上揾唔到任何拒絕嘅理由。但當你攞住張銀行卡準備去轉賬嗰時，你無名指嗰條三焦經就會向大腦傳遞一個強烈嘅不安全信號。你睇住對方發過嚟嗰啲光鮮亮麗嘅收益截圖，你內心毫無波瀾，甚至覺得隱隱發冷。你最後死都唔肯俾錢。半年之後，嗰個平台走佬，嗰啲笑你細膽、笑你保守嘅人傾家蕩產，而你因為冇貪心而避過一劫。喺風水學入面，避開虧損本身就係最大嘅偏財。散仙嘅財運咧，靠嘅從來唔係費盡心思去爭搶，而係靠你自身乾淨、磁場充足嘅能量去克服。當你成日為咗幾百蚊人工同人爭到面紅耳赤，將自己搞到激氣敗壞嗰陣，你身上嘅仙氣同靈感就俾徹底污染咗，你嘅偏財通道亦都散埋。咁下半世你到底應該點樣等財富入門口？你要做嘅第一件事就係調整你賺錢嘅姿態。如果你而家仲做緊嘢，盡量揀啲自主性強，可以自己安排時間，能夠同人真誠交流嘅領域，唔好同唔講道理嘅人硬碰。其次，你要學識喺金錢上保持一種大方流動嘅態度。散仙嘅財係活水，你越係唔去死睺嗰啲小錢，你越願意將你嘅善意同經驗大方分享出去，你嘅偏財磁場就會越強。當你成個人變得通透唔焦慮嘅時候，
屬於你嘅偏財就會順著你嘅直覺，源源不絕咁自動流落你個銀包度。講清楚咗財富嘅運轉規律，我哋緊接住嚟睇你注定要經歷嘅第二種命運：先苦後甜，大器晚成。如果你而家已經50歲打上，擰轉頭睇返自己行過嘅呢幾十年，你可能有一套説話想講，亦都可能好多委屈唔知同邊個講，因為你無名指長過食指，你骨子裏嗰種散先嘅清高，令你喺後生同中年嘅時候食盡人世間嘅苦頭。你做人太實在，亦都太真誠啦。喺你嘅觀念入面，你總係覺得人與人之間應該講良心、講道義。人哋揾你幫手，只要你個袋有10蚊，你就恨唔得借9蚊俾人哋借錢俾朋友。礙於面子唔好意思叫人打借條，到咗應該還錢嗰陣，你明明自己過得好掹掹緊，你仲怯過借錢。嗰個人開口驚死，人哋覺得你係追債。喺公司嗰度，你淨係識老實做嘢，你覺得人做嘢天在睇，只要自己做嘢扎扎實實，老細同老闆自然唔會虧待自己。但現實往往俾你一巴又一巴響亮嘅耳光，你對人挖心挖肺，最後往往換來嘅係人哋恩將仇報，甚至喺背後講你壞話。你孭起部門入面最攰、最容易背鑊嘅嘢，到咗分花紅、升職加薪嘅時候，嗰個平時成日圍住老細轉、淨識耍嘴皮、唔做嘢嘅人，反而將啲功勞全部搶走晒。你經歷過太多呢種唔公平，經歷過太多人性涼薄，喺30歲到40零歲呢個階段，你嘅內心其實非常痛苦同孤獨。你睇住鏡入面自己日漸花白嘅頭髮同疲憊嘅眼神，你會懷疑自己係咪真係唔合群？係咪呢個社會就係劣幣驅逐良幣？係咪自己堅守嗰啲善良同底線根本一文不值？老友記，今日我坐喺你面前，就係要用我幾十年嘅學問，明確話你知，你前半生受嘅呢啲委屈同食過嘅虧，根本唔係因為你傻，更唔係你做錯咗乜嘢。呢個係天道對你進行嘅一場強行淬煉散仙轉世嚟到人間，係唔帶世俗經驗嘅。你喺天上生活喺冇算計、冇欺騙嘅環境入面，你自然會用嗰種高維度純潔嘅標準去衡量凡人。老天爺要你食呢啲虧，就係要你喺紅塵俗世嘅熔爐裏面，將你個凡胎徹底脫咗。每一個呃過你、利用過你、背叛過你嘅人，其實都係你呢世修行路上嘅考官。你雖然食盡苦頭，但你細心諗下，你有冇因為呢啲傷害而變得同佢哋一樣惡毒、一樣下三濫？冇，你依然保住心底嗰份善良同同情心，呢個就說明你通過咗天道嘅考驗，你身上嗰條仙骨冇斷。對你哋呢類人嚟講，50歲係一個極其關鍵嘅人生風水嶺。點解話你哋係大器晚成？因為一過咗50歲，隨住天地歲月嘅沉澱，你身上嗰股世俗火氣同焦慮會被徹底磨平。你終於唔會再為咗唔值得嘅人內耗，你學識咗原諒自己嘅唔完美，亦都學識咗用一種更高級、更俯瞰嘅角度去同呢個俗氣嘅世界相處。呢種心態上嘅徹底釋懷，會直接轉化為你晚年嘅深厚福報。無名指喺手相入面，唔單止代表偏財，佢仲對應你嘅晚景同子女宮。好多食指長、控制欲強嘅人，後生時呼風喚雨，到咗晚年就極其淒涼，因為佢哋習慣咗掌控一切。
老咗仲要去對仔女嘅婚姻、事業、生活橫加干涉，一下就用長輩身份施壓，結果搞到屋企雞飛狗走，仔女避得遠遠。老咗病咗床前，連個斟茶遞水嘅人都冇，而你就唔同，因為你無名指長，代表你天生就識得尊重生命個體嘅獨立。你對仔女冇嗰種令人窒息嘅佔有欲同控制欲，你深知每個人嚟人間都有自己嘅功課要做，你喺子女教育上往往能夠做到順其自然。雖然佢哋細個嗰陣，你可能都會操心，甚至覺得佢哋未夠拔尖，但正係因為你俾佢哋營造咗一個寬鬆、充滿愛同尊重嘅家庭環境，你嘅仔女喺成年之後，反而能夠更加健康、更加順利咁喺社會企穩腳跟。佢哋識感恩、識得體恤你嘅，唔易。等你到咗晚年，你唔使為咗仔女嘅房貸、婚姻去操心，你可以將全部精力同時間花喺自己身上。你嗰種經歷咗半世風雨沉澱落嚟嘅豁達、通透同乾淨嘅氣場，會令你喺同輩人當中極具吸引力。老鄰居、老朋友遇到乜嘢解唔開嘅吉打、邁唔過去嘅坎，都中意嚟揾你飲茶傾偈，因為你坐喺度唔怨天尤人，唔傳是是非非。你身上嗰股安靜清透嘅磁場，能夠瞬間令人哋急躁嘅心安落嚟。呢個就叫晚年有德，德配其位，享清福。接落嚟，我哋講第三種命運，自帶化煞，貴人天助。呢個係老天爺對散先轉世嘅人最偏心，亦都最隱秘嘅一個特殊保護。乜嘢叫自帶化煞？就係你呢個人天生就有一種能夠避開重大災禍嘅第六感，呢種感覺往往唔講任何科學邏輯，佢就係一種強烈到令你無法忽視嘅身體同情緒反應。你靜落嚟細心諗翻下，你呢大半世，你係咪經歷過幾次令你而家諗起都覺得後怕，甚至覺得背脊發涼嘅事？譬如你本來同人約好咗要喺某日去外地做一件好重要嘅事，但喺出門前一晚，你突然覺得個心陣陣發慌，或者個胃無端端唔舒服，成身起雞皮。你揾唔到任何病嘅原因，但你就係覺得個心翳住，最後你任性咗一次，推咗呢次出行，結果過幾日你聽到你本來要搭嗰班車，或者你要去嗰個地方發生咗極之嚴重嘅意外，如果當時你喺現場，後果不堪設想，再譬如有人死咁拉你入局投資一個項目，講到天花龍鳳，利息高得嚇人，你身邊所有人都覺得呢個係天跌落嚟嘅餡餅，個個都將拆遷款、養老錢掟晒入去。你理智上揾唔到任何拒絕嘅藉口，但當你揸住張卡準備轉賬嗰陣，你睇住對方發過嚟嗰啲高大上嘅合夥協議，你內心不單止冇一絲興奮，反而覺得隱隱發寒，甚至有強烈嘅厭惡感。你最後夾硬頂住家人嘅唔理解，將嗰啲錢死死撳住喺手。1年之後，嗰個項目爆雷，老細捲款走路，你身邊嗰啲掟錢嘅人血本無歸，日日喺天台喊，而你因為嗰一剎那嘅直覺毫髮無損。好多人將呢啲歸結為運氣好，其實呢個根本唔係運氣，係你身上自帶嘅三焦經能量向你發出強烈嘅報警。散先喺天道入面係積累過大陰德嘅，你嚟人間歷練可以受委屈，可以食小虧，但老天爺絕對唔會容許你跌喺嗰啲喪盡天良嘅騙局，或者毀滅性嘅意外入面。每當條命或者後半世嘅根基要受毀滅性打擊，
嗰時你腦入面嗰個平時安安穩穩嘅雷達就會突然拉響警號。所以我喺度要非常嚴肅咁囑咐所有無名指長過食指嘅老友記，喺未來嘅日子，無論面對乜嘢重大嘅人生選擇，唔理係錢財規劃、仔女嘅終身大事，定係你自己身體健康調理嘅決定，當所有人都同你講所謂客觀道理，用各種數據想說服你，但你個心依然覺得有個微小嘅地方梗住，覺得唔舒服嘅時候，請你一定要無條件咁相信自己嘅直覺。你嘅直覺比任何專家嘅長篇大論都要準，因為嗰個係你嘅出廠設置，拼咗命咁保護你。更妙嘅係，你哋呢類人，只要平時保持心底嘅善良，唔主動害人，你喺遇到真正過唔去嘅坎嗰陣，總會有貴人好似神兵天降咁出現喺你面前。呢個貴人可能唔係乜嘢做官嘅，亦都唔係乜嘢億萬富翁，佢可能就係你多年前隨手幫過嘅一個後輩，或者係一個平時冇乜走動嘅老街坊。佢可能只係喺你最一籌莫展嘅時候，啱啱講咗一句點醒你嘅說話，或者順手幫你推開咗一道門。呢個就係天助。因為你身上冇嗰種刺人嘅攻擊性同算計，你嘅磁場係溫和乾淨嘅，所以真係做成事有能量嘅人喺行近你嘅時候會覺得好放鬆，自然亦都樂意喺關鍵時刻拉你一把，聽晒呢3種命運嘅底層邏輯。你而家個心係咪有一種前所未有嘅舒暢同通透？你係咪終於明白自己點解係而家呢個樣？既然我哋知自己身上帶住呢份特殊嘅福氣，喺跟住落嚟嘅歲月入面，我哋應該點做先可以將呢股氣場養得更旺呢？我只係同你講2個最實實在在今日就可以開始做嘅動作，唔使你使1毫子。第一件事，管住你把口，封印你嘅脾氣。散先最驚沾染人間嘅俗氣。乜嘢係俗氣？就係無休止嘅抱怨、鬧街、講人壞話，仲有嗰種見到人哋過得好，個心就酸溜溜嘅妒忌。你細心諗下，每次你同人喺街嗰度大嘈一鑊，或者喺屋企發完一輪大脾氣之後，你係咪覺得個身好似俾人抽空咗咁，成身冇晒力，跟住落嚟幾日都黑到痹，做嘢處處唔順？呢個就係因為你一扯火，你嘅精氣神就俾污染咗。由今日起遇到爛人爛事，直接擰轉頭行開，唔嘈交唔糾纏。人哋講乜嘢難聽嘅說話，你當佢唱歌。你保持心態清靜，就係養緊你嘅偏財運同壽命。第二件事，多啲去接觸大自然，接地氣。無名指屬金，金係由土裡面生出嚟嘅。如果你覺得最近心情好煩躁，做乜都唔順手，你唔好屈喺屋企，亦都唔好去人多嘈雜嘅地方。你去揾個有老樹、有溪水嘅山林，或者去鄉下嘅田地，乜都唔諗，靜靜地坐2個鐘，大自然嘅純淨磁場能夠瞬間將你身上嘅垃圾氣場清洗乾淨，令你嘅直覺重新變得敏銳返。所以朋友，如果你一低頭發現自己就係嗰個無名指長過食指嘅人，咁由今日開始，千祈唔好再為咗過去嘅坎坷嘆氣啦。你前半生食嘅嗰啲苦受嘅嗰啲委屈，孭過嘅嗰啲難，全部都係幫緊你儲晚年嘅大福報。你嘅偏財，你嘅貴人，你晚年嘅清閒安穩，老天爺都已經同你準備好晒，就等你伸手去接。請各位而家就喺評論區一字不漏咁打低呢8個字：先賜福緣，晚年大吉大
打低呢8個字，唔好唔記得俾個大拇指我，順手點個訂閱。如果你覺得我今日講得在理，順手將呢個視頻轉發俾你身邊同樣心善、同樣受傷嘅老友記，我哋一齊將呢份善緣傳開。下半世我哋一齊享大福發大財，我哋下期再傾過。